过年拜天公哦，有人是初一拜天公，有人是初九才拜。台湾民俗学者林茂贤就指出讲，北中南三个地区哦，拜天公的时间是拢无啥同，也毋过拢伫主事拜拜。过年接听到爱拜天公，这是百姓除了感谢天公伯爷一年来的照顾，嘛希望新的一年会当继续得到保庇。也毋过过年时啊拜天公到底是倒一天呢？台湾民俗学者林茂贤指出，像北中南三个地区拜天公的时间其实拢无共款。过年拜天公呢，事实上咱台湾各地拢无共。北部地区呢是伫即个过年的初一透早主事的时阵拜天公。那中部地区呢是伫二九暝，就是讲咱讲的除夕即天呢拜天公。那拜天公因为伊是道教内底地位上悬的即个神明所以拜天公的时间呢，通常拢是伫主事，就讲即天呢一开始就表示讲慎重啦今日拜天公会传什么呢？除了三牲、寿面、天公金等等，嘛会准备一寡习俗啊，比如麻豆、成人、春枣和糕仔食。除了食甜甜好过年，学者指出，这习俗啊嘛有特别的意义。拜这个麻豆、米豆豆呢，甲豆共款就是讲长岁寿食早再年年好食这个拜迄个糕仔代表高升代表高升土豆呢是代表会食甲老，所以讲这品呢拢是有伊的代表性的意义。台湾话有一句"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就知影讲天公伫台湾信仰内底地位真重要。学者表示，无论是拜的时间、方式，各有传要拜的物件，拢是百姓敬天祈福的表现。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